情时可曾在眼上桃花？一江水多少年华？任风雨吹向我，笑谈间宁天下。论清浊与对错，耳畔生喧哗。让明争与暗涌，明尘烟之下，生死别无话，谁人应呀？惊空梦一刹，众里寻他。乱世有我为红尘，为一人天涯戏码。繁华过眼，凭时光过沉沦，不改牵挂。天命皆雄家，一粒微沙，拂袖天下闲愁，看落花。秦公自回京起复以来，便夙夜不懈，莫非心中还有隐忧？当前头等大事，本应只有北征一件，不料南方匪乱大有愈演愈烈之势，老夫只恐影响大局啊。听闻湖州等地日前失守，但陈士胜的武威军、康方亭的武胄军已前去围堵。如今武德军也入驻了临安，临安等富庶之地应是无恙。秦公不必多虑。如今匪乱多是因那花石纲而起啊。官家登基之初，就想废除花石纲，却受人蛊惑续了几年，才有今日之祸。花石纲牵连甚广，早已养成了一张张贪得无厌的嘴，吃进去的利益，谁会甘心吐出来？幸好，为了战事，官家还是将这花石纲停了。不过老夫听闻，如今风向一变，这些撺掇花石纲的人，不知为何也蠢蠢欲动，似乎不再坚持主和了。这些一心取利之人见风使舵，放弃主和，转而主战，便是意料中事。都是些软骨头。挣钱卖粮卖军需，发国难财，不都一样吗？这些话是当初在江陵时一个小友说与我听的，如今看来，全都应验了。怎么样，这儿不错吧？嗯，咱们家就在前面呢，我带你去。坐来，请进。
雅致清幽的庭院啊。这个太平巷，比邻繁华之所，又闹中取静。关键是在这个树。啊，这么低的价？近来临安流言四起，说外头有贼寇13军作乱。前日武德军还加紧驻防，难免会人心惶惶，房价暴跌。那你还买房？我又想了想，既然是要做生意，必然要多留些时日。你看，住在客栈，人多眼杂，开销极大，还不如买一处房产安定下来。夫君想得越来越周到了。再说了，这地方也好，名字也好。哦，对了，秦老之前曾托我给他在临安的故交大儒钱希文带信，你要和我同去吗？既然是秦老的托付，还是你自己去的好。像宁公子这样第一次过府便请叙话的并不多见。公子啊，稍后见到老爷，尽可随意一些。好。果然是一方望族的气象。老人家，这里怎么有一个珊瑚笔阁呀？哎呀，这是老爷最欣喜之物，前几日不见了，想不到被宁公子寻得，还请宁公子稍后亲自交还给老爷。这不妥吧？嘿嘿，并无不妥，公子请。北地泾梁相争，战事不息。秦公临别前，可曾与厉衡说些什么？秦老少京前，并未与晚辈多谈。哦，晚辈方才听老管家说，钱老刚从乡间讲学归来。不错。乡间小儿能听到圣贤之道的机会不多。老夫下乡一趟，亦收获颇丰。只是老夫沿途所见，常有乡民食不果腹，以致匪寇横行。会牵连到临安？这倒不至于。老夫虽是文人，不懂战事，但想来城中应有应对之法。姑爷回来啦！这是什么呀？我来帮你。当心，很重的。姑爷，这箱子里到底是什么呀？怎么这么沉10千钱铜币。？10千？那不是才10贯钱？这是怎么得来的？捡来的呗。捡来的？哪儿捡的？罢了，也是缘分。家中历来崇尚节俭，发放月钱不多。老夫恐有子弟遇上应急的事不敢开口，便时常故意丢失一些小物件，以10贯钱为赏，让家中上下皆知。这回既是你寻得了此物，按我家规，当取走赏钱。不敢。无妨，本就是个游戏，只是赏钱得这样取走。老爷，这……哎呦，我的腰！这钱老还真是有趣。是钱老之家严格，10贯钱若是银票，只是小小一张；若换成铜钱，便多了许多，搬运还费事。
这叫取之有道，得来不易。家规啊，看来钱老这是看中姑爷了呢。姑爷，今日小姐去送拜帖，结果都被退回来了。哦，我去看看。小姐可不高兴了。姑爷一会儿进去，可得小心说话。夜间来访，所谓何事？学生听说，今日那江陵的宁立恒来拜访您了。舒恒认识此人。哦，莫非是听过他江陵才子之名？什么江陵才子？老师可莫要被他骗了呀！您可知，他是一个入赘的。入赘？什么入赘？他的妻子苏氏，乃江陵布生苏伯庸独女。苏家与学生家中曾为世交，苏氏刚到临安行商不久，学生才知他新纳了赘婿。此人就是宁立恒。可那宁立恒，却是写出了《青玉案》和《定风波》的。老师，宁立恒文采如何？您当真见了吗？这万一是苏家为了颜面，有意粉饰呢？看什么呢？不要你管。我们没有入临安商会，那些商贾自然也不敢接待苏家。如果是这些，我也不会生气。可他们说我是个入赘的，还耽误苏家在临安立足，毫无规矩。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搭理就是了。你不生气？不生。今晚不许过这个节。你还笑？我笑你呀！这么幼稚的事儿，我只在上学的时候见过。但夫人这样，还怪可爱的。立恒，你不是一直受秦老器重吗？干脆入朝为官，整顿这里的商道。去武都可以啊，但我宁可做秦老的幕僚，出主意就好。钱多事少，责任轻。你说你，别人都是没本事当官才当幕僚，你倒好，反过来了。檀儿啊，我若为官，你还怎么经商啊？你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事业，别因为我影响了你，影响了苏家。我就是不想别人看轻你。别人怎么看，我不管。你不看轻我，就是了。讨厌。老夫得到消息，秦嗣源已入武都，
官拜右相。当今朝堂2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在这等时候，他却写信托我照拂宁厉衡。话虽简单，意义却难言呐。莫非宁厉衡是秦氏门生？此人能得秦公如此青睐，今日老夫也观他进退得宜，对城防民心等事颇有见地，既非不学无术之辈，那便是胸有丘壑，深藏不露。那这个，手快点儿，来，把这些拉回去化粮。哟，收获不小啊！你来干嘛？刘统领，哼，刘大彪子，看你这架势，是打算劫我呀？现在正是我13军扩大威望的时候，你们宣威营还在做劫匪的勾当，不怕毁了圣公名声啊？关你屁事儿！奶奶的，你还真的！给我翻脸了！住手了，还砍！我收刀呢。西西，砍一刀行了。如果世人知道我们13军抢了百姓的钱财，谁还愿意加入13军？就算不入我13军，他们的钱财早晚也得被那些狗官兵抢了去，充了私囊。刘统领，你想一想。这些人没了钱财，敢记恨我13军吗？倒是加入13军，闯出个名堂，兴许得到的更多。什么歪理？西西，直至今日你尚未去临安，是何道理啊？你们都在这建功立业，却让我们霸刀营精锐入城做探子。还得给个莫名其妙的女人打下手，我不干！你说，哎，你这丫头，哎，佛帅莫急，刘统领乃虎将之后，确实难受那种委屈。你少在这充好人，让我霸刀营做先遣入城，就是你的主意，战功都让你抢了。放肆！怎么与天师说话呢？西西，此番若能拿下临安，你可是大功一件。切！西西，临安乃江南要冲，得之便得江南。你需伺机扰乱城内安防，与天师里应外合，夺下临安。
空望晚楼蝶，两情同月映幻觉。曾与你眉眼，看尽落花映清风雪。烟雨间，旧人姻缘，锦兰香。